有好多人婚姻出現問題嘅時候，首先一定會諗起兩個字，就係離婚。但係唔知你有冇真正諗清楚嘅呢？有數據顯示，有43%嘅人離婚之後都會有後悔，而喺第二次婚姻嘅離婚率比起第一次婚姻嘅離婚率會高於多10%。聽到呢度，你係咪仲諗住離婚呢？諗住離婚就可以解決晒所有嘅問題㗎啦咩？如果婚姻真係行唔到落去，你真係想離婚嘅話，請你睇完呢段影片之後再講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凌風 Wind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會分享夫妻之間嘅關係一啲心靈成長嘅知識，等多啲夫婦可以活得甜甜蜜蜜，擁有佢哋幸福美滿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你喺度諗緊離婚，面對非常之困苦、非常之糾結嘅情緒之下，一時又想離婚，一時又唔想離婚。如果你真係決定唔到嘅話，喺呢個情況就請你睇以下嘅內容啦。聽完之後，好可能會幫你做出一個最正確嘅決定。對於身心靈嚟講，對婚姻嘅角度會有3大個核心。當你清楚知道呢3大核心嘅話，你就會恍然大悟，睇通睇透，咁你段婚姻就會有救噶啦。除非你清清楚楚知道你離婚之後會對你更加好嘅話，否則你唔好再諗離婚啦。真正婚姻第一個核心就係永遠都會同錯的人結婚。係啊，你冇聽錯啊！我哋永遠都會同錯的人結婚噶。無論你同邊一個結婚都好，你都會有後悔嘅一日噶。因為每一個人都係出身於唔同嘅文化、唔同嘅背景，受住唔同嘅原生家庭影響而成長噶。每一個人嘅原生家庭已經決定咗佢嘅心智思維。兩個人帶住唔同嘅心智思維，共同生活會產生兩性嘅化學作用。跟住就會演變成唔同嘅婚姻結局啦。每個人嘅潛意識裏面唔多唔少都會複製住父母嘅婚姻。明明好討厭見到父母鬧交、冷戰，但係偏偏自己嘅婚姻都會出現同樣嘅問題。所以，除非你識得點樣去清洗舊有嘅潛意識思維模式，改變你自己心智嘅思維，否則你都係會同錯的人結婚噶。因為你自己先係呢一件事嘅根源。你要明白到，兩個人喺唔同嘅原生家庭長大，走埋一齊嘅時候，係需要磨合同埋去體諒噶。不如俾多次機會大家平心靜氣坐低有商有量，一轉眼就會一齊走到白頭噶啦。真正嘅婚姻第二個核心就係學習共同成長。婚姻唔係揾一個人滿足你所有嘅要求噶。而係透過兩個人唔同嘅家庭背景，兩個人共同相處，學習共同成長，當中會有各自各發現自己不足嘅地方，大家都需要學習去改善。一段好嘅婚姻係因為你自己變得更好。你識得喺婚姻出現問題嘅時候，首先會睇下自己有乜嘢問題，問題喺唔喺自己嗰度，唔會第一時間去怪責對方。只有不斷提升自己，變得更加成熟、有自信、有愛嘅話，婚姻亦會隨之而變得更加美好。請大家先收好自己個心，因為對方其實係嚟配合你嘅角色㗎咋。喺後生嘅時候，覺得婚姻係兩家人嘅事，到後嚟覺得婚姻係兩個人嘅事，點知最後我發現婚姻其實係我自己一個人嘅事嚟㗎。一段婚姻幸唔幸福、開唔開心，其實都係關於我哋自己有冇收好個心㗎咋。只要你嘅內心完整、充滿愛嘅話，無論邊個同你一齊都會咁幸福啦。真正嘅婚姻第3個核心就係婚姻必經5個階段。無論你同邊個結婚，你都必定會經歷以下呢5個階段嘅。第一個階段係蜜月期。第二個階段就叫做爭辯期啦，第3個階段就叫做危險期，而第4個階段呢就係陪伴期啦，第5個階段就叫做再蜜月期。所有嘅婚姻一開始嘅時候都係甜甜蜜蜜、
非常之幸福，非常之愉快，充滿晒憧憬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兩個人嘅關係就出現爭辯期啦，開始爭辯啦、鬧交啦、意見分歧啦。如果喺呢一個時候唔識得去及時處理嘅話，就會進入一個危險期噶啦，可能會發生出軌嘅事啦、冷暴力、怨恨對方，雙方都會輾轉翻側，糾纏喺呢一個危險期裏面，最終都會離婚收場。如果喺呢個時候大家都識得點樣去處理、點樣去解決嘅話，咁大家就可以順利過渡危險期，進入一個陪伴期噶啦。進入陪伴期呢一個時期嘅時候，大家都經歷咗咁多，已經有共同嘅默契，忘不了嘅回憶，因此會更加珍惜對方，因為冇人可以取代對方嘅位置。跟住就會進入再蜜月期啦，因為時間一日一日咁過，大家所共處嘅時間剩翻都唔多，喺度倒數緊。所以會盡最大嘅努力令對方開開心心過每一天，因此雙方就好似再次走入當初嘅蜜月期一樣，進入再蜜月期階段，成為真真正正嘅靈魂伴侶，每日都過住幸福甜蜜嘅生活。有好多恩愛嘅老夫老妻都講翻，佢哋年輕嘅時候其實個性格都係好固執、好硬頸、好火爆噶，但係佢哋都覺得，既然大家共同攜手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之後，都仍然堅持會緊守崗位，做一個好丈夫，做一個好妻子，只會記住對方嘅優點，好好珍惜共同編寫出嚟嘅呢一本歷史書。而呢一本歷史書只有夫妻二人先至最清楚，留待晚年二人每日翻看佢哋呢一本親手記載嘅歷史書，回味咁多年嘅美好回憶，過住幸福美滿嘅生活。一諗起呢個畫面，都已經感受到當中嘅甜蜜、幸福、恩愛嘅感覺啦。但係我哋唔需要等到晚年先可以享受幸福嘅感覺㗎，我哋只要學習一種改寫潛意識嘅方法，重建婚姻嘅關係，咁就可以預早享受恩愛、幸福、美滿嘅婚姻㗎啦。到時你兩個都會心想事成，擁有幸福、美滿、精彩嘅人生。希望你哋今日中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啦。如果呢條影片令你可以打消離婚呢個念頭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